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治癒時光工作室嘅頻道。我係身心靈療癒導師吳月汐。近日，兩位同樣係素食者嘅藝人因病離世嘅消息，引發咗大眾對素食同健康嘅討論。大 S 茹素13年，因為肺炎去世；方大同自細就吃素，亦都因為長期氣胸而離開咗我哋，令到好多人都會討論係咪因為素食營養唔夠而導致身體嘅免疫力下降。作為一個素食者，你有冇曾經擔憂過食素會影響身體健康？今日就讓我哋從身心靈三個層面探討如何通過素食達至真正嘅健康和諧。我都係一位素食者，我已經轉素食8年，起初都會擔心唔夠營養，但係首先喺身體嘅層面，素食並唔代表營養嘅缺失，關鍵係點樣科學搭配。我哋需要確保攝取足夠嘅蛋白質、鐵、鈣、維生素 B 等關鍵嘅營養素。豆類、堅果、藜麥呢啲都係優質嘅植物性蛋白來源。當然，我哋亦都可以喺膳食中補充蛋白粉，最好係人體易於吸收嘅大豆分離蛋白。蛋白質係構成免疫細胞嘅重要原料，攝取足夠嘅蛋白質有助幫我哋提升免疫能力，讓我哋有更好嘅力量去對抗疾病。我每朝都會用營養蛋白粉加抗炎生果嚟做早餐。另外，維生素 B 群，尤其 B12，素食者係最容易缺乏，建議素食者每日都適量咁樣補充維生素 B 群。除咗營養攝取，我哋亦都要關注肝臟嘅健康。現代人生活壓力大，經常捱夜，呢啲都會損害肝臟嘅能力。而肝臟係人體最重要嘅解毒器官，肝臟功能受損就會導致毒素積累，引發各種疾病。中醫講肝鬱結就係肝臟排毒出現問題，亦都會影響個人情緒。因此，我哋就要學會管理情緒，釋放壓力，保持充足嘅睡眠，讓肝臟得到充分嘅休息同埋修復。其次係心理嘅層面，素食不僅關乎於飲食，更係一種生活態度。選擇素食意味住我哋選擇咗一種更加平和、慈悲嘅方式生活。喺準備素食嘅過程當中，我哋可以練習 mindfulness 正念，專注於當下，感受食材嘅色彩、香氣同埋質地，讓烹調成為一種 meditation。同志同道合嘅朋友分享素食，亦都可以帶嚟愉悅嘅心情同埋積極嘅心理暗示，讓我哋更加堅定自己嘅選擇。最後係靈性嘅層面，素食可以幫助我哋提升靈性意識，同自然萬物建立更深嘅連接。無論你係乜嘢原因選擇素食，當我哋選擇唔傷害動物，選擇同自然和諧共處，我哋嘅內心就會變得更加平和、喜悅，更容易感受到生命嘅 interconnectedness。我唔會強迫其他人素食，素食係一種選擇，係一種修行。你可以選擇自己嘅道路，但係作為一個身心靈導師，我發現從身心靈三個層面入手，我哋可以通過素食達至真正嘅健康和諧，活出更加精彩、更有意義嘅人生。記得 follow 埋我哋 IG 同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撳埋隔離個鐘仔，唔好錯過我哋嘅影片更新啦！